其他消息来关心，新竹县的动保所甲评鉴委员昨昏是去六福村进行2年1届的评鉴，最后六福村是以71.66分有通过。严格评鉴委员嘛有针对东回龙兴区早日的所在报告，若鸟仔园是日头光报告，拢要求六福村要赶紧改善。 新竹县第一摆举办的动物展演评鉴，3位评鉴委员12到六福村针对园区环境甲动物状况这项目进行规工的行程。刚在名单上，这次是我在名单上。六福村10年来有8只麒麟鹿死亡，今年3月佫发生人禽逃走遭到枪杀的代志。那这摆评鉴无60分，可能会撤销。这六福村以71.66分通过2级评鉴，得到展演2年。 狒狒园区里面它缺乏那个遮阴的部分要求六福村可能要做一些对遮阴的部分来做建设。 评鉴委员要求园区赶紧为人行实质晶片来管理。另外，还有大西部鸟园日头无够，2只犀牛活动空间伤过设定提出建议。这个月初7，动物团体也指出，乌熊的活动空间真小，今年一直训练。红河是水禽类，不过后场也无水池啊。 它们其实是大型的水禽，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曾经检举，但是防治所因为一直没有进行会勘，所以我们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包括大西部鸟园，它这个鸟园的部分它有一些区域可能阳光缺乏那可能有些生病的这个鸟可能需要做一些适当的隔离。 对外界捌这期评鉴黑箱，动保所也公布3位由农委会提供的评鉴委员名单，拢有专业动保背景，需要改善的项目，拢会公开在动保所的官方网站。园方是回应，后续会继续优化场型，甲完善园区的设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